条的海才看，月娘也温柔光影影，离开的人无离开，若一节一节的火车，因一路一路送咱到这。阮迄老师一条流浪之歌，歌词内底讲：路若行有东西，人生有暗光。是啦，人生光彩时阵，正人的噗仔声咱来享受。啊，若撞着黑暗，撞着坎坷的，车朋友作词作曲主唱，这条路，歌曲内底已经甲咱指引，讲无光爱心内有数，有光伊必有缘故。路这条歌。也是公司第一台自由的愿望节目的主题曲，今日真欢喜。金曲歌王谢明佑要来现场，甲所有心所爱歌的观众朋友做伙开讲。咱先来听，因今日踏入歌坛，作词作曲家黄大军老师讲起因师徒中间的相处甲过程。爱一步一步。林佑思想很宽阔的人，宽阔、跳脱，但是非常成熟。这我走练习这段时间呢，我感觉是上快乐的时间啦，因为对我来讲是上快乐的时间，因为终于碰到一个很好、很负责任的，不用你去帮他烦恼或者擦屁股任何事情的人，因为他真的什么事情都真的帮我做得很好，甚至于比我期待还好。我也在提供一个秘辛哈，谢明佑拿到第一次金曲奖的时候，第一张那张专辑的时候，我就跟身边的人讲，谢明佑应该会成为台语歌的宝。他在创作上，他是非常成熟的，而且照顾面非常广。像伊即马才无闲，也搁有听讲。随时拄着我，就会唱新歌给我听，这是我感觉上恐怖的代志，因为我伫这个年岁的时阵，我已经无法度这个量了，伊还无法度，一直到现在，我感觉上甘心的是点是讲，谢明佑是商业的演出跟他的公益演出一直都保持在某个平衡，比如说他的商业演出跟绝对不能演多于公益演出，对，他宁可拿出来做公益，尤其是老人院，伊就爱唱歌给老人听，挂着那个坐在轮椅上，然后也不会表达的老人家，然后因迄面包车起爱就弹唱安尼吼，像迄老伙仔伫遐拍，然后目屎一直滴，伊家己咧唱的人目屎一直滴。怎么样讲？朋友，趁这个时阵甲你讲吼，也是还是那一句老话，到这个时阵你都爱活较久咧，活较久咧，讲的话人较听会到。你已经即马讲的话人拢听会到啊，所以呢，活较久咧，做较侪代志咧，尽量的去玩。哪怕你要去演，哪怕是要你去写剧本哪怕多写一些好歌，就是这样子，也是同款，身体健康较重要。牵肠挂肚的航来，风对海中吹来，几分落壳花，蒙雾黄昏的红尘。伊咧等待啥物人？坐伫医疗顶
的梦。时间摇啊摇，行过有若无，若稀疏疏白伊，爱人爱乌头鬃。茫茫的海面东南也西北，点点的江边春夏又秋冬，迎来送往的船只，换身起旧的身影，陪伊渺渺的梦。思念是唱袂完的一首歌，细伫咧不出声的热人遮，歌念啊念成诗，伊等啊等成痴，海风吹来，吹来，吹来。茫茫的海面东南也西北，点点的江边春夏又秋冬，迎来送往的船只，换身起旧的身影，陪伊渺渺的梦，思念是唱袂完的一首歌，细伫咧不出声的热人遮，歌念啊念成诗，伊等啊等成痴，牵肠挂肚的行来，风对海中吹来。简单3个字的歌词，是人生深深的体会。咱今来欢迎金曲的歌王贾明佑老师。老师欢迎。郭正哥你好。老师，你的歌词内底拢是你的心声。古镜头对我来讲，无光爱心内有数，有光亦必有缘故。这是何等人生坎坎坷坷的体会，才有法度写出来。这条歌算去，互公司的迄出戏，主要5万看出来。当初要写这个主题曲的时阵，其实我阁唔知要写啥，一直到看到一寡已经剪好的影片，我大概知影有3段，剧情大概伫咧讲台湾走向民主的迄个过程嘛。内底有一段引起我足大的感觉的，就是陈志勇先生迄段，伊要去用清决之前，骹紧去用剁断，要牵去刑场的时阵，伊个骹流的血啊，一条血的路，我开始流目屎。你大概会想到这个先败，伫这个过程内底，迄种苦咱无法度去想啦。刚看到，咱就已经站袂牢，咱个含面共款较有可能。所以大概就伫迄个心情内底，甲浮出2字啊，感谢。咱今仔日有法度伫个任何所在，美家己的总统，
吼，每家己的市场，遮民主、遮快速、遮方便的社会，拢遮成败拼出来。啊，毋过你无度对所有的少年仔讲这个话。哦，我刚才要写歌尔，藏伫个歌内底。哦，后摆的囡仔，后摆的人听到这条歌，100万人、1万人内底有一个，可能有感受到讲，咱写伫个歌内底感谢，安尼就有价值了。头拄我咱咧讲，无光的时阵，心内有数。这个话第一，正台湾话；第二，我相信无听你的人生，有哪捌经过足苦的时阵，才有法度写出这种歌。一个要写歌的人上艰苦的时间，就是无想要写歌。伫个规个商业体系内底，啊，你大概要写的歌有一个模式，加一个尔，会趁钱的歌。会趁钱的歌，伫个流行音乐内底上大的部分，或者情歌，写爱情，即个情加爱情较济。友情啦、亲情啦，占足少。伫台语歌内底较济亲情、友情，国语歌内底足少。啊，毋过你也写要上情调，突然间开拢咧写即种歌的时阵，我的手踭定落来，敢要搁继续写即种物件？毋是即个物件无好，是我即个人写即个物件，互我手踭定落来。唔敢写歌，迄个时阵上艰苦，迄当阵上艰苦，因为我敢会晓这个是我上大的兴趣。突然间看到迄谱纸有吼，还是看到字打，心就关起来，想要撇开遮个物件，所以当阵才会决定讲离开台北。啊，即个会用互我靠音乐趁钱的所在，因为产业拢伫咧遮。离开遮，先离开遮较讲。迄是当大钓、当趁钱的时阵，啊，趁钱有啥毋好？我边仔包括阮老师也好啦，公司的同事也好啦，阮妈妈也好啦，阮某也好，无一人我都了解。所以我当时离开的时阵，因拢毋知我住倒。安尼是哦。我伫台南家己关起来，反正就是唔敢去摸跟音乐有关系的物件，拢靠酒精啦，毋过拢无法度解决，你当阵的苦是家己唔知影苦是，你都唔知影家己才会知影苦，所以迄当阵对我来讲，应该比较先讲麻去，对任何代志拢无啥物有感觉，你讲当时上艰苦。可能是迄当阵，毋过迄当阵的艰苦是麻去。是虾米人，还是虾米款的代志，甲你改变？因为倒去台南嘛，我含音乐界的朋友拢无啥咧联络会去倒去找着小学的同学，所以会做伙去，比如去啉酒啦，去拍麻将。迄天我生日，我家己毋知影，我咧伫咧麻将桌仔顶有无吼，咱拢咧拍麻将。洪爱丽怎敲电话给我，祝我生日快乐。我较紧张一下，想我今仔日31岁啊，我搁伫个遮毋知咧创啥。我总阿朋友讲，咱今仔莫拍，我倒去厝就将伊家己搭摕起来，将伊甲谱纸摕出来，写转去的第一条歌，也是我第一张专辑叫做《图腾》国语专辑。内底一条歌叫做31岁空一天，31岁零一天，我才开始结束这场麻去的时间，继续写歌。迄当阵就是刚走入来的时阵。但是重新搁写无共款的歌，你敢有想讲，我要摕对倒位去？迄当阵敢想着是爱写出来，写你会我甲讲，这个歌叫别人唱无啥物意思啊。因为写我家己啊，这是31岁空一天是咧写我生日嘛，我经过的代志到今仔较清楚嘛，无做家己的专辑好啊，所以一切拢是有迄通电话开始，
为迄条歌开始，靠第一张专辑。大家可能敢唔知影，是我第一张专辑《图腾》哦，是用贾明佑、谢明佑做主题，做规张的专辑，写的就是我，无别人。啊，包括对家己的怀疑啊，包括对家己的熟悉，规张专辑是用我以前做流行音乐的方式做好的，甲以前的贾明佑讲歹势，后摆我无爱安尼啊。所以真正以家己的艺术啊，无考虑音乐方式、赚钱的方式，开始写是我的第二张专辑。哦，所以风格差足济。你嘛伫台南，愈来愈侪人捌你，嘛拍了台南的基础愈来愈窄对无？我其实足无爱做一人捌我，因为无方便啦。以前咧底古仔啦，吊架穿的，奥多摆徛买倒倒去倒。即摆有当时去用熟悉，咱通拍招呼啊，较穿安尼就歹势啊。定人就摕物件要我食啦，要甲扭入面店坐啦，我伫咧壁签名，就无要甲我收钱啦。这对我来讲拢是无介好啦。啊，就大家点一下头就好啊。我较介意的是做一个点点的伫边仔看的人，因为我感觉写歌吼是一种偷看的过程。你爱偷看，较有迄个趣味。伊安尼含你讲心情，你也记录落来，是一种嘛。啊，毋过我较介意的方式是，恁淡仔讲，我伫边仔偷看着、偷听着，我记录落来，迄较真啊。我写歌的过程，大部分拢是安尼，哦，迄种足直的，啊，直接噼里啪啦一个手就拢讲出来的物件，有当时啊。无比伫咧边仔偷听较完全，边仔偷听偷看到较水。当咱西北半山渡海，只有梦中父母故乡。一个人伫都市流浪，为前途陪孤单家养。犹原是彼脚背伤，天无尽头，未来是何？我想啊想，成功若一道唱，一条江渡也有秋山歌唱。空空的彼脚背伤，我毋这样爱人啊，时间不留，当时我彼脚背伤，天天若望彼一样。回乡的路也远，不敢想。
前路袂孤单加油。犹原是脚皮伤，天无尽量，未来是好，我想啊想。心中若一道树，一条港渡也有上山搁唱。哦，空空的伊脚皮伤，我毋知样，爱人啊，时间不等。当时我伊脚皮伤，天天若望伊一样，回乡的路也我不敢想。一阶段一阶段，伫台南人生无共款的过程，拢有留落真侪作品。像讲较早期的，莫讲你的图腾，尾也有情愫有野兽，一张华语的，一张台语的专辑。迄阵你是去偷听的啥？大家听歌拢会去互一寡编曲，伊的背景音乐影响。有当时啊会无遐尼注意曲、坎词本身夹起来的歌，伊原底的模样是生做啥款？我最想要制作一张专辑是全部的歌拢甲一项乐器伴奏，共一个人录音，共一个人制作，共一个人 mix。一张专辑叫做情愫，感情的受，就是我咧描写创作人嘛吼，写歌的人就是感情的受嘛，情受。伊华语念起来有情愫，迄个同音的意义，这对编曲来讲足困难。爱调整，共一个乐器，每一条歌你要有小可无共款的迄个弹的方式，也是伊的 groove 咧无啥共款，调整足大。用情愫的时阵，我嘛等足久，拢无作品搁发表嘛，而且后壁先甲情愫暂停，去做台南这张专辑。所以台南这张专辑是因为情愫伫咧，公司感觉一直无作品袂使。我捡伊规档写的歌，较会拄好写到，拢写台南，靠台南这条专辑。所以经受情愫咧写的时阵，敢若咧生囡仔迄种过程哦，等10个月，足辛苦，甲完成的。要完成进程，我感觉无够。这种钢琴所制作的，阮讲单一配器的唱片，就是无讲完，我需要有另外一张。所以叫《野兽》这张专辑，《野兽》是什么意思？这个野伫咧甲骨文内底是女性的生殖器，所以规张专辑我是用女性的观点写，女性的态度去制作，女性的迄个软柔去唱全部的歌。大家也有注意，请《野兽》的封面是同款的一个乌一个白。有一只蛇，刊生 LOVE 感情的意思。这只蛇就是伊甸园迄只蛇。迄个乌内底有一个苹果，迄个乌代表子宫，苹果代表禁果。规个 love 感情这个代志，是我咧甲大家讲创作人其实，含这只蛇同款，拢希望。诱惑恁来听这个作品，
哦，所以规个过程内底，伫个封面我就讲完啦。我伫外口最少讲到这2张专辑，其实这2张专辑可能是我做音乐内底设计上完整，上甲这2张加起来，就等于是个民谣啊。老师，你感觉讲啊，烦恼，第一是烦恼讲我写的歌，敢有加减有人听；第二啊，甲过去的收入是毋是原来有前差，感觉为着这个代志烦恼过。为图腾了的，唔捌咧想这代志，因为想这代志我就写袂了。啊，这变做讲，有人听也好，无人听也好，人要活落去吼，无遐难啦。写歌无就趁钱，咱来做工啊。我这件代志我搁捌问过我较熟的朋友啊，吼，比如讲，我如果拢无头路，无趁任何钱，你用饲我偌久？我做一朋友，我应该会用饲你3个月。我应该用饲你半冬，你来阮兜大可能1、2冬拢无问题，加一个碗一双猪尔，啊你着困碰椅安尼。我算算，我过我差不多7、8冬。有这回答了，因为我是做认真去做这件代志，我感觉要活落去无遐尼难，所以你写歌的时阵，真正唔捌想过这代志，我定定帮，后比如某一个基金会要甲我讨歌写啥物人，还是写倒一个族群，写倒一个社区，无一定爱互我钱。啊，毋过做工的录音师、边仔的助理、乐手，这需要经费，这做工袂使省，这工钱袂使无互人。所以我写歌本身，我拢感觉钱的部分毋是主要。那陪伴我做音乐的人。需要有收入，只要这解决啦，剩的拢唔是问题。行，沿路行。行，慢慢行，经过少年的囡仔伴，嘛经过失恋的丁仔脚，搁行，继续行，行。沿路行，行，若一段，听见阮囝咧叫阿爸，嘛听见几落声再会啦，来行，心爱斗阵行。直直的弯桥的，看无尾的人生，流热的寂寞的，无用赶路的面，时间伊毋捌停，大雨大风，咱着头咧。哪停哪行，爬行落山，咱着一步步稳稳啊行。有风景，小恋一个仔脚，有双坐路，心抓好定。当愿世界，拢嘛家己扛，家己输赢。梦一大饼，拖着半路阮长长的影。好野山车，好命也歹命。
路也真远，阮戆戆啊行，行沿路行，继续行。黄大军老师讲你商业的表演顶一半，公益的表演一定要顶另外一半。有人风声讲，小朋友计较大真硬呢，毋过吼，若无计较的时候，你有够凊彩。我先讲一个观点，大家讲有当时啊，阮面包车乐团啊，我啊，或者公益团体，毋是，我拢无共这样代志当做咧做公益。一个写歌的人，也是一个唱歌的人，一个唱歌的团，上期待是啥物？家己的舞台，就是找到掌声的舞台。啊，拢咧找遐个掌声，其实是这个时代，互我找到舞台。所以我拢感觉毋是阮咧做公益，是这个时代咧做公益。伊互阮足济，迄种掌声是足真心的，有甚至听袂到声音，啊，因可能流目屎，因去倒伫眠床顶悬啊插讲的。啊，毋过你唱到某一个段落的时阵，伊可能伊唱着啥物，伊目屎就滴落来。迄种掌声是上响的。啊，所以我拢感觉阮毋是做公益。啊！伫遮真正爱特别声明，我真正足贵。你要请我去唱歌，真正足贵。啊，毋过如果你咧做诶代志，毋是用钱会用去衡量诶，咱就会用讲。啊，无商业演出，我足贵。我无足贵，啊无就是免钱，啊无就是作俗。咱马上过半百，会用做诶代志开始就咧。倒数计时啊！即摆要做的代志，你真正爱家己足欢喜要去做。对每一个我拢会小可解释一下，我无咧做公益，因为足侪人会足可惜哦。老师，阮遮一个公益的表演，刚请恁来做公益演出。你去现场，我知影毋是，原来毋是公益的场所，可能是某一个组织的年会尔。安尼就无意思啊！所以。对我，我拢甲大家讲，阮毋是公益团体。请开始，面包车这群兄弟朋友是安那牵我来？我拢一直感觉流行音乐吼，拢无服务到一群对台湾贡献最大的人。这群人啊，大概民国开始，一直到战后出世的这群人，因对台湾贡献最大，就是迄当台湾无嘛。慢慢啊，台湾有快速，有钱，这群人是上重要的一批人。因爱友好父母，嘛爱友好囝儿，足辛苦的，拢无家己啊。我讲这代叫做无家己的一代。啊，毋过流行乐并无完全为这代的人继续写歌互因，因都爱一直听以前的歌。因少年时阵的歌，凭良心讲，我感觉足见笑。我感觉我爱去做一寡代志，毋那敢写歌互因听，我爱去唱歌互因听。啊，一人唱足无好听啦，我就讲爱组一团人。音乐是阮的面包嘛，是阮的胖嘛，所以叫做面包车。我会去第一场的时候，你更毋知影这个舞台伫倒位嘛，我就想。这时代会考我咧，会用上好考的所在，应该就是庙口吧。咱个庙埕唱歌互因听好，所以第一场去朋友，伊咧，比如咧，伊咧做总干事还是做主委迄间庙，啊，真正演出的时阵，拄我刚坐一个观众，那样呢？迄个庙讲，啊，毋过不管啦，我那有一个开始嘛，我就开始唱，我会去第一条歌就青阳阿瑟。我用做 rock，小可 blues，
伊袂讲听听，我目睭就金金看，较早听这首歌都袂即种版。我咧唱的时候看到伊咧敲电话，就叫伊的朋友来听，慢慢咱5个，慢慢变20个。阮甲结束的时候，阮差唱到1点半钟吧，来100外个人，我就感觉这种音乐的方式其实会用吸引到咱讲时代以外，佮有足侪少年囡仔，其实听咧感觉足趣味，就是会用继续落去。慢慢这种表演者有人知影阮这个团体，就讲恁有咧唱老人院无？就有一个天主堂，天主教做的一个迄个老人院伫丹市，就有一个小女来阮演出的时阵有无？伫边仔一直听阮唱歌，阮唱完的时阵，伊来问阮是伫咧倒有一个疗养场所吼。甲用请恁来唱歌，恁唱歌要偌济费用？我就讲，阮唱歌免唱这个场所，阮无咧摕钱啦。甲阮讲地址，咱敲一个时间排好，阮就过去唱。我就排一个时间就去唱。做老人是拢去用塞出来嘛，大家拢神仙，下晡时还佫神仙。阮规日踮咧装机器用麦克，都无啥咧注音乐。一开始唱第一条歌就有发现，因眼眼神就开始无共款啦，规个哭啊来，对咧嗨，有个人会淡仔摇，哇，这我做大歌咧，你知影？咱做音乐，大部分咧服务拢少年囡仔嘛，少年囡仔对你的歌无兴趣，我头就走啊，有当时可能搁你嘘声有吼，阮今日特别。为因改编的歌，互因遮尔注意着，定定要走，无让因走，问阮当时佫要佫来，才开始面包车开始有一个计划好，咱来发心，咱来做一件代志，咱来全台湾有疗养场所的所在唱，为迄当开始，应该是2008吧。所以大概是15档，阮已经唱超过1200场啊！希望会用唱歌，我袂当唱。对阮来讲，这个代志毋是讲偌高，毋是讲阮做这代志什么独一无二，我袂安尼感觉，因为那就人，因这代的人，即摆住伫疗养场所，有人帮因看病啊，有帮因煮食啊，有人照顾伊啊，阮是。去唱歌互因听，是占一项尔，拢同款重要。老师得奖了后，你的生活敢有啥物款改变？变无自然。嘛是拢照家己的方式咧过生活啦。毋过就是你世界也通拍招呼啦。用人出来吼，即摆人拢有手机啊，卡袂着要安怎翕相，我足无爱翕相的。我其实我嘛是一个足无爱。唱歌互别人听的人，我毋是讲最爱唱歌的人，我最爱写歌啦。除了唱歌时代以外，我毋是最爱唱歌互人听的，因为我感觉唱歌互人听都敢若烫光光互看到。因为唱歌可能较会入去歌内底，感情有当时会足紧就入去。迄个状况敢若你烫光光互看到。所以讲唱歌互别人听的时候，当时拢会感觉歹势。咱伫台湾的生活就变得得奖了，就无拄好咧领奖的时阵讲我是台湾人，我是台南人，所以变到台湾人对我有一种感情啊，真感谢台湾市民啊。毋过有当时你若伫路边看到我吼，无一定爱喊我小人啦，无一定爱拍招呼啦，就反正心内知影就好。日头长落山，
那日月传来，我如此的歌。你不是试着赶，无用的受伤。我偷偷向你行，我招你帮恰恰。莫伫遐闪，莫伫遐飘，这水的光线。来一两衫，来洗裤仔，为咱走的歌。两个无烦无恼少年人，转来啦，是情无惊啦，对生活头一挂开我。啦啦啦，啦啦啦。下晡的门口埕有乌蝶两只，咱继续跳，不管伊归土脚的衫。传出笑声，月亮出来啦。莫伫遐闪，莫伫遐飘，这水的光线。来一两衫，来洗裤仔，为咱走的歌。两个无烦无恼少年人，转来啦，是情无惊啦，对生活头一挂开我。啦啦啦，啦啦啦。下晡的门口埕有乌蝶两只，咱继续跳，不管伊我如此是啥。早前想要写歌，对写歌有兴趣，去到台北，安那甲黄大军老师两个相伴。哦，这爱讲到一个新的台语歌吼，爱金曲啦吼，金曲就金迄种台语男歌手，苏明渊，伊是我南一中的学弟啊，
嘛是普大辅仁大学的学弟啊。伫南一中我就知影这个人，拄好读大学的时阵，伊嘛伫咧遐做义大社的社长，拄好比赛，有小可踏着头，伊嘛知影我，这边完，我就因为一个民歌手讲，你有咧写歌，想要入来这个行业，我拄好捌一个人，伊已经要出唱片啊，我拢想，伊就讲苏娥珍，苏娥珍我毋捌啦，因为苏明渊本名嘛，苏娥珍是伊的艺名嘛。你要去民歌餐厅听苏娥珍唱一下歌无？看伊用介绍你去入来这个音乐界，看到苏娥珍的时阵，这个苏明渊伊看到我嘛认出来，唱完的时阵，伊讲，学长，你要对我来录音室，伊就带我去录音室。原来伊讲就是伊的专辑咧配唱，黄大军老师是台军是制作人，我伫遐听规暗的配唱安尼，我听甲我会记我听甲足深的，因为我毋知影配唱遮麻烦，有当时一句唱足久有无吼，开一条歌唱偌久啦，我听啊困。要结束的时候，我醒起来讲要去台军老师引导啉茶，苏明渊就讲，阮这学长写出一歌啦，老师你要听看觅，我就现场，我也拢无准备歌词也拢无查，迄当时佫不要写谱，我就唱我家己写好的歌，差不多120条吧，我会记。阮老师就讲，你用写遮济歌啊，其实佫有出济歌无唱，我写非常济歌，开讲到尾啊，伊就问我讲：“你要来做我迄个制作助理无？”我毋知影啥物叫做制作助理啊，我更毋知影啥物叫做唱片的制作人是咧创啥，我嘛毋知。我就台军老师讲：“老师，你敢用我考虑3工？”我倒嫌啊，伊后壁变做水兄弟嘛，嫌啊，互因拍死，互因笑死。你毋知影黄大军就红因啦！伊做过想，伊即摆当做侪 case 都接袂完，你搁爱考虑3工？到第3工的时阵吧，我就敲电话甲老师讲，好啦，我答应你。就要开始一段狗脸的岁月啦，就是讲，你即摆囡仔无就知影迄种，你完全无啥物会晓任何音乐的技术，你啥物拢袂晓的状况你敢会晓写歌？你要入来这个迄技术方面足要求足悬的一个业界吼。一入去，我会记，阮老师摕一张，最近是王宗平的专辑吧，伊制作的。等候我，咪有甲这张专辑的谱写落来。我话你讲吼，逐条歌拢有一个度。你爱听出你个度，伊就出门门锁起来交代会计讲，袂使逃走的，袂使逃走等于。我就艰苦我就开始就一直听，用耳机安尼听，慢慢听出你个度咧，就开始甲，不过咱无可能叫伊叫我甲规张专辑10条歌拢爱写完啦，我最近甲写半条呢，听出半条。我会记个过程就是，你伫茫茫大海内底，你捡着一支茶箍无？听着迄个刀，敢若捡着一支茶箍。我唯一刚开始慢慢理解音乐有另外一个赞助，就是为台军遮来的。老师对我的方式较济，伊的方式拢大部分拢毋是讲做叫你硬背，拢毋是。拢是甲你点一下。较早学师定拢爱等时间。比如讲录音室咧食薰，老师你头插迄空是要创啥？这个好歌曲啊，什么，伫这种偷掠时间有无偷时间去学物件。比如讲制作人和歌手咧讲话迄个口气，迄个态度，你知影？你明明听得出制作人咧唬烂嘛？原来伊毋是咧唬烂，伊是咧
甲这个歌手的心情引起伊要伊的方向，爱用一寡方式，每一个制作人拢无共款，有的是用骂的，有的是讲故事。但是伫慢慢迄段时间，我的老师也学上济，就是态度。一个制作人应该要有啥物态度，你爱学啥物物件，拢和你的态度有关系。较早伫咧做音乐的过程内底，你爱遇着足侪人，有唱片公司的，有乐手的，有制作的，有歌手的，有甚至我要去做一张歌手的，一个歌手的唱片，我爱去因兜下面开讲，我爱飞过香港，和某一个艺人下面讲这张唱片。这种过程即马最难啦，因为即马也无法度靠 CD 卖钱趁钱啊，无迄种无钱的支持啊。迄当中 case 有 case 多，一个制作人靠着去收学生，大家写愈多就趁愈多嘛。即马都因为无 case， 足少制作人敢饲学生啦。嘛，因为安尼的时代的关系，所以讲啊侪无效，因为这个时代回不去。我知影你拢想讲我做家己就好啊，我做家己爱做的就好啊。毋过规个产业，若讲第一关路要搁行，你一定有哪加减有几句话要观察，要甲阮分享对无？其实台语歌，未来有一个风险伫的，就是台语习惯的消失，毋过我对我来讲啦，文化的存在和消失是一件足自然代志，伊会无去就会无去。我即摆应该是安尼讲，我有小可能力会用去甲佮顾掉的，我就会去顾掉的。有小可影响会用去影响，我就会去影响。毋过我袂讲一定，敢是种心肝就讲，你一定要讲台语啦，你一定要唱台语歌，我无迄种。我感觉安尼无好，我只是感觉讲，我想要做的方式是，我有咱一直写，会用影响偌济人，就影响偌济人。对囡仔的态度，咱讲，就因为咱即摆无迄个习惯啦，你无就强迫囡仔去讲咱即摆希望因讲的台语。毋过咱会用影响因的是讲，其实台语足水，比如我写一条歌互你听。这条歌你有感觉台语足水无？你有感觉台语歌足好听无？我感觉爱去用这种影响。即摆囡仔伊写起来，伊咧写台语歌的时阵，有可能是用国语的逻辑去写，直接甲硬翻成台语。其实上大的危机伫遮。我拢会讲，其实即句你袂使讲伊是台语啦，伊其实是国语，伊是华语，只是你讲硬翻过来。台语歌有伊家己的模样，袂使硬凹做国语。上重要是这，你也有人听讲，当然恁即代有恁即代的台语习惯，毋过袂使黑白用。你只要保持这，毋过台语如果以后也是慢慢消失，我的态度也是，伊是得自然的啦。伊会存在就会存在，有人感觉伊重要，伊就会存在嘛。毋过有人感觉伊无差，伊就会消失嘛。我想要互囡仔知影的是，有一寡习惯爱维持掉，有一寡习惯用恁的嘛袂要紧。台湾的艺术水搁好的所在，咱来保持。若是阮对你的路行，我拜托来到心所爱的歌节目，但咱的镜头头前，亲像世界电影明星同款，印一个互阮流连的手印，有请。那个对了，老师来，老师请坐。感谢谢明老师来甲阮开讲。16个月呢，比到15还佫较硬，我相信未来老师会继续写这么感动人一条搁一条的台湾歌，陪伴台湾囡仔体会台湾话的艺术，台湾话的水。老师多谢，多谢你来开讲。心所爱的歌，下回再过来开讲，多谢。爱一步一步。一步一步。